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要来讲腋下、腋窝、胳肢窝。台语嘛有几啊种的讲法：过人骹、过耳孔、过下人、过下空。啊，这是过，还有一个音过，所以嘛有人讲过下空。若是物件伤多，双手无够摕，一般拢会甲夹尾的双边的过人骹。迄位女士真有气质，双手掼礼物，过人骹夹一介大介的皮包啊，真优雅行过来。讲人体有几啊个部位真敏感，像过下孔甲骹底，只要互人小看瞄低一个，就会挡袂牢，一直笑。啊，有人一流汗，过下孔就会起胀。上主要是有汗水甲湿气，引发着皮肤炎甲湿疹。过下孔的过，擦过。济新闻主播翕相会记擦过的姿势，看起来真有架势。3、4个孙仔车久人红，甲规个客厅舞甲热苍苍，阿嬷擦过气噗噗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过下孔、过人骹，实在真趣味。